2026 Australian Budget Negative Gearing 系列 Part 1。點解我要錄呢條片？大家好，我係 Rachel。其實真係好耐冇錄片啦，因為前日 budget 出咗之後，我收到好多客人朋友嘅 message 同埋打電話俾我，大部分都要問同一個問題嘅。Negative Gearing 改咗之後，到底澳洲嘅樓市會點？所以我覺得不如我拍條片，同大家一齊分享下我自己嘅睇法。首先我要講清楚，今日呢條片唔係 financial advice， 我亦都唔會講到好絕對，因為市場永遠都係冇人可以 100% 預測得到嘅。我只係想用 mortgage broker 同埋市場觀察者嘅角度，同大家諗一諗，今次嘅 budget 真正影響緊嘅到底係咩？因為最多人問我嘅問題係 negative gearing 改咗之後，係咪應該買新樓？但我反而想大家唔好咁急去諗買邊區，買新樓定二手樓，而家應唔應該入市？我覺得我哋應該先退後一步，睇返成個市場會點樣對呢個消息作出反應。因為今次影響嘅未必只係 property， 可能係流動性、持有成本、現金流同埋之後整個社會結構。所以我自己覺得今次真正要思考嘅問題未必係邊度會升，而係未來幾年你仲頂唔頂得住。